講下一個部門的誕生。好慚愧啊！我依家先睇呢套戲，咁我睇完係好中意嘅。呢套絕對係今年港產片嘅驚喜之作，我個人俾7分。咁呢套戲呢，肯定係有參考切尼盧密嘅《黃金萬兩》，同樣都係一個人綁架咗一班無辜嘅市民，然後被綁架嘅人戰戰地企喺綁架方嗰一邊。後邊爾冬升翻拍咗呢套戲叫《人民英雄》。咁呢個故事框架呢，擺喺如今呢個時代，會係以點樣嘅形式呈現呢？非常有趣啊！呢個故事令我諗起呢，之前大陸嗰套諷刺喜劇《年會不能停》，都係借由一間公司臃腫且複雜嘅管理嚟諷刺呢種官僚主義，都係以小見大嚟批判呢種社會現象。咁當然啦，兩套電影最終嘅結局係兩個極端。我個人肯定係更加中意呢套戲嘅，因為麥導演之前喺銀河影像做過編劇嘅，所以呢個結局呢係帶有濃烈嘅宿命感。咁呢個故仔非常簡單，就係一個年青人想退訂電視台嘅套餐，結果發現咧呢個電視台退訂嘅過程咧極為繁瑣，就幾乎冇一個人能夠退訂成功嘅。然後嗰個年青人陰差陽錯拎咗把槍，跟住就挾持大家逼電視台俾佢 cut 台。你睇就係一個咁簡單嘅事，成套戲就圍繞住 cut 台呢單嘢。呢個係一套荒誕喜劇，導演就圍繞住退訂呢件事設計咗3重關卡。你睇第一重關卡就係打客服熱線，呢度係將各大公司嘅服務熱線全部諷刺晒嘅。咁打電話嗰陣時要進行繁瑣嘅選項，即係你只要揀錯一個呢，就要從頭嚟過，而且仲要聽埋佢哋放廣告。咁呢一套流程我哋太熟悉啦，往往我哋打電話過去就係為咗人工服務，結果都係被逼揀完一個又一個，然後喺電影中呢，好唔容易聯繫到個服務主任啊，結果你只要答錯咗，佢就即時揾個理由 cut 線，逼到只能夠由白紙呢個員工親自出手。咁呢度飾演人工客服嘅就係楊偉倫啊，出場就得個幾分鐘，就將嗰種中意卸膊、中意 hea 做嘅職場老屎忽演得入型入格。我覺得演得最傳神嘅就係叫個客戶稍等一下，然後自己喺個電腦台度食咗幾啖煙。翻過工嘅都非常有共鳴，然後好唔容易用日式嘴炮講服咗對方，提交咗個申請啊，結果發現呢個只係通過咗第一道關卡，第二道關卡原來要通過一個又一個嘅部門，個個都喺度卸膊，將個波踢嚟踢去，冇一個人肯去孭飛嘅。咁呢度最諷刺嘅係，即係呢個執行者啊，其實係一開始帶隊嘅 Madam，就係連一個警隊嘅阿頭，一個屬於體制內嘅政府人員，都要被逼跟住呢套繁瑣嘅流程，一個政府工都頂唔順呢一套官僚系統。然後你睇到最後第3道關卡就係謝君豪飾演嘅大老細，呢一 part 咧都算係全片嘅精華啦。謝君豪過到嚟，佢唔係為咗解決問題嘅，係過嚟做 show 嘅，佢都根本冇將德仔嘅訴求當一回事。佢滿腦諗嘅佢嗰15億嘅項目，等於你忙咗一大輪，到最後你發現呢，喺當權者嘅眼中根本就 don't fucking care。然後我就要講下呢個結局啦。點解我覺得呢個結局比年會好呢？因為年會啊係前面由上到下諷刺晒啦，但電影入邊嘅老細呢係一個好人，即係你最後靠老細金口一開，所有問題都解決晒啦。咁呢個明顯就係為咗過審，夾硬大團圓結局。而呢套戲呢係越到後邊越現實，再到最後嘅 ending，銀河影像嘅宿命感就出晒嚟啦。德仔一開始就無意搞大件事，只係陰差陽錯拎咗把槍。一開始為自己 cut 台，後邊為所有人 cut 台，而最後偏偏就係佢中咗槍，嗰種現實嘅悲涼感就出咗嚟啦。其實後邊都唔係隱喻啦，就已經係明喻啦，即係年青人血氣方剛去爭取權益，控訴種種嘅不公，而到最後大家獲得權益啦，年青人就被犧牲咗。你前面種種嘅黑色幽默嘅橋段，到咗呢一刻將你拉翻現實，你睇呢個呢，就特別銀河影像。然後值得一講嘅就係演員們嘅表演，呢套戲嘅優秀呢，除咗劇本夠紮實之外，離唔開演員嘅精彩表演嘅。電影雖然係一套喜劇，但佢嘅喜劇形式同一般嘅喜劇有少少唔同，係充滿黑色幽默嘅。每個角色喺講對白、語氣、口吻都相對比較寫實嘅，有種以前彭浩翔嘅嗰類喜劇形式，所以對演員嘅要求都同一般嘅喜劇表演係唔同嘅。呢入邊大多數嘅演員，佢哋嘅銀幕形象都係之前冇見過嘅，你係未見過咁樣嘅麥冬、咁樣嘅白紙、
咁樣嘅謝君豪，咁樣嘅廖子妤，尤其係阿鄧月平，佢呢個媽媽角色都係對佢過去嘅形象全面顛覆。飾演德仔嘅戴玉琪都係一個驚喜。呢套戲嘅核心就係佢一個年輕演員，居然能夠撐住成套戲，成個故事你可唔可以被帶入去，同主角共情，就係靠佢嘅表演。所以佢嘅表演潛力係好大嘅。咁喺呢度最驚喜嘅表演呢，就係梁雍婷飾演一個 TB Madam 啊，佢嘅喜劇效果係最足嘅。前期就係學足阿杜琪峰錯就要屌嘅精神，全程都喺度趾高氣揚，喺度亂鳩指揮，所有嘅推理冚唪唥錯晒。然後你睇到後邊，當佢經歷咗個個部門輪番咁卸膊之後，佢不知不覺間對德仔都共情啦，佢都逐漸企喺德仔呢邊。呢個人物唔係純粹搞笑嘅丑角，即使係體制下嘅一份子，佢都有自己嘅情感。呢個都係我特別欣賞導演嘅位，就係電影中呢，除咗資本以外嘅大多數角色都給予人民關懷，就係將佢哋當做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嚟塑造，而佢要批判嘅對象嗰個真正嘅上位者係絕不留情地諷刺，冇刻意地去洗白。呢個都能夠感受到創作者嘅態度，始終都係企喺基層呢邊嘅。咁跟住落嚟都講下電影中有啲不足嘅地方啦。一個就係我覺得有啲情感表達太過直白啦，每到一個位總要有一個角色嚟拍自我剖白，然後又借角色之後去講啲大道理，明顯睇得出咧創作者對觀眾係信任不足嘅，佢好驚觀眾睇唔出佢嘅態度同埋表達。其實呢啲咧，你只要蜻蜓點水一下就可以將人物嘅複雜性表現晒出嚟，都唔需要畫公仔畫出腸。但我睇咗網上嘅評論啊，好多觀眾又真係受呢一套嘅。另外一個呢，都係我之前吐槽過嘅啦，我係唔太中意依家好多港產片總要喺電影中夾帶一啲行業嘅私貨，即係講白啦，呢個都唔係咩作者表達，就係呻下個行業唔掂水啊！電影人揾食艱難，咁多部就有啦，女孩不平凡都有，到咗呢套仲嚟一次。你話德仔呢個角色有冇必要安排佢係影視工作者呢？我唔信香港只有影視行業係唔景氣嘅。講到尾就係導演想吐下苦水，但老實講，呢種行業嘅內部感，除咗我哋呢啲會關心電影業嘅影迷，大部分觀眾真係唔 care 嘅。我係真係覺得冇必要咯。首先你加咗呢啲，普通觀眾都唔在意，而且好容易俾大家感覺呢個行業嘅創作者點解日日都喺度顧影自憐。我當然都理解大家嘅艱難，但唔係應該拍好套戲，完成電影嘅主題表達為首要嘅咩？你加呢啲私貨同呢個古仔嘅主題完全冇關係。如果一套戲咁樣都還好，依家已經好幾套戲都係咁啦，所以我仲係希望創作者能夠咁專注故事本身。咁最後呢，我仲係想同大家推介呢套戲，雖然已經上映咗一排啦，我唔知我嘅推介呢仲有冇用啦，但係未睇過嘅朋友都希望你可以去戲院支持下，始終一套用心嘅作品應該係要被睇到嘅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請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，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中意睇電影嘅朋友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